哇，個畫面唔係我哋嘅。喂，hello，係我哋啊，係而家翻嚟啦。係啊，技術調整啊，係。唔好意思，因為要技術調整。好嘅，歡迎翻到嚟一週時事，同大家分析俄羅斯最新局勢。咁有我 William 同埋 Julian。好，大家好，唔好意思嘅，真係唔好意思啊，大家係依家翻嚟就係講翻烏克蘭嘅最新局勢啦，係啦，清先俾 晰啊我。Julian，先俾 Julian 講講啦，就係烏克蘭。我先講下歐盟個取態先，都好關鍵嘅。俾 Julian 講講先。歐盟嘅取態咁就好明顯，就係西歐國家係正正式式喺台面上就係可以講話係脅迫烏克蘭要同莫斯科去和解啦。至於點解我用脅迫呢隻字咧？因為佢依家係攞歐盟成員國身份係啦，呢一個條件就走去脅迫基輔政府要向莫斯科妥協嘅。因為就係即係歐洲政府西歐政府佢哋冇講明話要向烏克蘭個歐盟成員國資格落閘嚇，淨係透過啲政府消息人士啦就講話，我都擔心烏克蘭政府佢哋裡面係有啲貪污問題，亦都係講話烏克蘭經濟係未達到歐盟即係入歐個水準，即係佢哋就喺小道消息嗰度咁樣去放風，但係另一方面。咁表面上當然係講話我哋支持烏克蘭啊，咁呢一個法國總統馬克龍更加係即係好誠懇咁樣對住鏡頭講話，現階段真係非常之重要向烏克蘭人民去表示我哋法國人對佢哋嘅支持，但係另一方面就話依家係唔可以同一個交戰國去商討點樣去入盟嘅。咁另外一方面啦，即係荷蘭首相陸特就講到明，佢係爆料人嚟㗎嚇，我要 underline 佢係爆料嘅，因為佢就話西歐政府、西歐嘅領導人咧，都係認為不應該為烏克蘭提供呢一個 fast track 特快通道進入歐盟啊。咁其實呢一件事就係意味住即係歐盟內部東西係正式決裂啦。就係歐盟佢嗰個布魯塞爾架構可能係即係可能已經係走到 the end 啊，應該係咁講啊，因為就係根據唔同資料嘅分析啦，就係即係點解西歐國家佢哋係會反對烏克蘭進入歐盟咧？佢哋都係擔心即係東歐國家，因為個東歐國家數量越嚟越多，西歐國家越嚟越喺布魯塞爾裏面感到吃力。冇辦法繼續去主導嚇布魯塞爾嘅布魯塞爾裏面嘅政策走向，而且即係東歐國家，尤其是波蘭同埋匈牙利，即係喺以往嗰幾年都係同布魯塞爾有非常之多嘅交嗌嘅。布魯塞爾就冇辦法完全駕馭東歐國家，西歐國家第一就唔希望即係多一個難駕馭嘅東歐國家進入歐盟。而且烏克蘭佢係一個即係佢屬於俄羅斯嘅鄰國，咁如果烏克蘭進入咗歐盟之後，將會係對於對俄政策，布魯塞爾嘅對俄政策係有好大嘅牽制。西歐國家唔希望由東歐國家，尤其是去牽制住呢一個對外政策。咁另外一方面啦，西歐國家亦都係見到依家。由於歐洲大陸東面係出現個安全危機，咁美國都係雖然嗰個援助係少嘅，但係佢多數嘅安全合作係同東歐國家合作，亦都係唔希望東歐國家係因為有同俄羅斯喺呢個地緣政治上有一個連結嘅關係，而令到東歐國家未來主導歐盟，同埋另一方面即係喺呢個歐盟。隨住英國脱歐之後嘅權力真空，咁西歐國家都希望繼續主導歐盟嘅。咁先唔好講話德國啦，德國佢本身即係佢專心做生意，佢都係尤其是佢嘅對俄政策，佢國內嘅 Social Democratic 社會民主黨其實本身都有大量係前東德共產黨即係遺留落嚟嘅政治人物啊，咁所以其實佢哋一向即係對於俄羅斯嗰個政策咧，都係一貫比較友好嘅。至於係 CDU 係啦，呢一個基民聯啊，
就係一向過去20幾30年都係主導住德國嘅政局啦，但係佢哋都係即係着重經濟政策多嘅，咁都唔使講話綠黨嚇，綠黨佢哋係就係追求和平，唔希望有戰爭嘅，佢哋唔希望有衝突，咁所以德國總理自然就係即係亦都係講到明就話冇可能嚇，即係冇可能完全脫離俄羅斯嚇。講到明就係德國喺能源上需要俄羅斯嘅。咁依家睇翻，其實德國有1/3嘅天然氣係由俄羅斯入口，但係喺呢啲入口嘅天然氣裏面，其實有一半係用於德國嘅工業製造業嘅。咁大家就要再分析一下，咁如果即係德國佢失去咗一個天然氣來源嘅話，對於佢嗰個工業，對於佢嘅製造業有乜嘢打擊咧？係啦，咁呢一個就係可以探討到德國佢嘅取態個成因。咁至於法國，即係佢對於烏克蘭有呢一個即係我個人就認為係比較出賣啦，係比較矯情同埋偽善嘅。即係我個人就係咁認為。表面上就話要俾烏克蘭人民知道嚇有幾重視烏克蘭人，但係另一方面就對於個烏克蘭嘅歐盟直通特急列車就落閘係啦，完全係講話冇可能嘅啦，冇得俾個 fast track 你。咁呢一方面就係睇得出，其實法國依然係想非常之積極就透過同莫斯科嘅談判斡旋呢一個外交動作，去喺歐盟裡面獲取更加之多更加高層、更加之絕對嘅主導權同埋決策權。呢一個就係法國喺今次烏克蘭戰爭裡面所扮演嘅斡旋角色裡面，大家可以睇到係好清楚嘅，就係法國佢係好積極地斡旋，但係可惜嘅係依家即係我哋即係我哋啲旁觀者，我哋身為第三者，係第三身角度嘅分析，就睇出西歐國家真係唔好講話荷蘭啦，法國佢係希望透過呢個烏克蘭戰爭重奪喺歐盟嘅絕對主導權，係啦，呢一個就係點解佢對一個烏克蘭進入歐盟嘅特急直通列車特快通道落閘嘅原因。咁法國同埋西歐國家對烏克蘭呢一個特快直通車落閘有乜嘢含義咧？就係西歐國家可以有更加之多嘅籌碼，向基輔政府施壓，去要求基輔政府服從莫斯科，係啦，即係去 comply 莫斯科提出嘅條件。雖然係好即係好嚴苛嘅條件，但係呢一個都係西歐政府佢哋係會。即係佢哋，即係要聲明，就係佢哋冇否定烏克蘭嘅入盟資格，佢只不過係用啲小道消息就話佢唔符合資格啊，佢有啲乜嘢問題咁樣，但係冇否定嘅，只不過開始揼波鐘，就係揼波鐘，但係揼波鐘嘅期間，即係會點樣同基輔政府去談判咧？係啦，就係即係我哋可以睇得出就係。尤其是西歐國家，佢哋想主導，即係繼續主導歐盟嘅話，自然就會將更加之多西歐國家利益投射去同基輔政府嘅談判裏面。OK，咁西歐國家嘅利益就係當然係同俄羅斯可以達成一個和解，然之後從而去繼續同俄羅斯做生意啦。睇得出，即係就算係 SWIFT 呢一個制裁，其實都有好多 loophole，同埋呢啲 loophole 啲漏洞啊，制裁上面嘅漏洞，其實好多都係由西歐國家嘅 lobbyist 去提出嘅。好，咁啊，你講咗好詳細關於而家東西歐盟國家之間個分歧咧，其實唔係近呢一兩個月出現，其實喺大約10年前嘅難民危機咧，即係敍利亞嘅難民危機開始，喺中東難民危機之後已經開始浮現，就係好多嘅東歐國家係比較有傾嘅，同西歐國家好唔同。咁我呢度唔細講啊，但我今日主要講一樣嘢就係你喺呢個關鍵時候，你去做一個拖後腿嘅動作。喂，你而家係害緊烏克蘭人。如果喺烏克蘭嘅角度覺得，第二就係你仍然去使用一啲所謂嘅國際慣例、所謂嘅規矩去做嘢。但係而家個問題，現有嘅國際秩序已經俾俄羅斯去打破咗嘛？現有嘅歐洲秩序已經俾俄羅斯係唔遵守國際約束一啲
或者甚至係戰爭法等等，佢已經係破壞晒。你仍然都要使用一啲我哋要遵守乜去突顯我哋係跟規矩做嘢。但係個問題係，而家烏克蘭嘅難民湧入嗰個數字係已經係幾百萬、150萬以上啦，200萬、200幾萬啦。你單係波蘭已經個人數去到係140幾萬，個數字係非常驚人。喂，如果攞個咁嘅角度嚟睇，係佢波蘭一個去啃晒喎。絕對係，而且即係點解講話，即係另外係有分析係指出，即係點解西歐國家係會對呢個特急車烏克蘭進入歐盟特急列車咁樣去落閘咧，都係講話西歐國家係想利用拖延烏克蘭嘅入民進程，走去主導東歐國家，就係透過一個難民嘅危機，希望東歐國家就會即係希望東歐國家因為頂唔順呢個難民危機，而對西歐國家個政策即係加以服從。呢一個都係另外一個分析嚟嘅。係啊，咁啊，同大家都報一報我自己收到嘅一啲消息啦。咁因為我有朋友而家佢係丹麥人嚟嘅，咁佢就喺波蘭嘅 Krakow 呢一個鄰近係烏克蘭邊境嘅一個大城市，咁就係幫一啲烏克蘭人啦。咁因為佢本身佢太太都係烏克蘭人嚟嘅，咁所以佢比較係熱衷喺呢一次事件上面咧，擔當一個義工去幫助人角色。其實而家見到呢張圖咧，就係佢喺 Krakow 嘅火車站裏邊咧，就影到係一啲啱啱喺烏克蘭抵達波蘭嘅人去接受一啲當地一啲志願團體啦、義工嘅援助嘅。咁咧，佢形容咧係成個火車站基本上咧都係烏克蘭人為主。咁但係你唔會見佢話唔會見到話有啲波蘭人係怨聲載道啊或者咩，反而有好多波蘭人咧係願意向呢個烏克蘭人去伸出援手嘅。咁其實唔止係佢啦，其實當地有好多唔同國籍嘅人都加入咗去援助啦。其實另外除咗 Krakow 之外，喺另外一個大城市盧布林啦，其實有啲香港人都過咗過去做義工嘅，特別好多都喺英國住嘅。咁佢哋同我講啦，就話喺巴士站有好多唔同嘅難民喺度等緊去轉車去其他國家啦，例如可能德國啊等等啦。咁會有一啲免費嘅物資俾佢哋啦，例如一啲礦泉水啦，簡單嘅嘢食啦。咁甚至乎係有好多人係啲波蘭民眾係捐出一啲連紙尿布啊、奶粉啊等等一啲物品去甚至係大量嘅衣物係俾烏克蘭啲難民係使用嘅。咁其實而家個問題就係，喂，咁多嘅烏克蘭嘅難民都係選擇經波蘭入嚟。另外就係波蘭會預計自己會收容好多嘅烏克蘭嘅難民。其實你就係諗住叫佢哋食晒東歐國家，波蘭又好，甚至乎波羅的海三國、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你係希望呢啲國家同佢我哋西歐支持烏克蘭嘅，但係你哋幫我安置呢班難民啊，你哋東歐，所以你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啦。往後就係 Julian 所講，東西歐分裂，或者係一個好大嘅分歧，導致布魯塞爾呢一個咁嘅體系會嚴重地係被破壞。其實喺過去呢幾年一路都出現呢個問題，但係我一路好不解，而家係一個即係有啲人甚至形容已經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前期啊，或者係已經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啦。咁我呢度唔多加評論，但係喺而家咁嘅戰亂當下，你仍然各懷鬼胎，而唔係團結一致去應對住俄羅斯呢個自蘇聯以嚟最麻煩、最棘手嘅對手，而係仲要喺度鬼打鬼，各懷鬼胎。呢個係令到好多人感到非常之詫異，甚至乎入歐咁樣，你見到其實都好多一啲歐洲議會嘅議員係去投反對票。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呢個都係出自於英國脫歐之後留下嘅一個真空，所謂嘅權力真空就係法德兩國都好想即係取代咗英國嗰個地位，但係都預示住其實英國脫歐對於英國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就係唔使再喺呢啲咁嘅組織裏面浪費時間，係我覺得係即係慶幸少少嘅，起碼有翻個獨立嘅自主權利唔使下下都要同歐盟要傾兩傾要講乜嘢，而係變咗一種夥伴嘅合作關係。咁好啦，
烏克蘭嘅難民咧，聯合國估計咧係會超過500萬，咁而家都已經去到一半啦。咁戰爭已經持續咗係超過2個禮拜啦，已經17日啦，咁都俾大家睇睇就係而家最新嗰個戰況圖。咁呢張圖咧，大家會見到咧就係而家烏克蘭嘅形勢。咁啊見到啦，北部嘅基輔啦，咁其實係受到嚟自北部車洛比同埋西部嘅俄羅斯軍隊嘅小型包圍。咁幾乎係未完全被包圍啊！俄軍亦都係唔敢，因為佢一旦佢嗰個戰線過分延長嘅話咧，咁佢供應鏈啊，其他都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咁其實雙方而家喺基輔嘅外圍啦，特別係西北同埋東北咧，係有大量嘅一啲交火。咁根據香港嘅戰地記者 Carlo 同我講啦，就其實當地人都已經習以為常㗎啦，唔會話而家再有啲咩對於戰爭話有炮彈打過嚟恐懼，已經習慣咗。咁但係佢都話其實佢自己見到喺基輔嘅守軍個戰意都非常之高昂嘅，無論話有冇咩外國嘅援助又好乜嘢，因為佢哋都會覺得自己烏克蘭人應該係願意喺呢個地方係為自己嘅國土去奮鬥嘅。咁另外就係我哋南部見到啦，克里米亞嘅軍隊咧開始向一啲南部城市深入啦，甚至乎一路傳咗就係佢哋好想去攻打奧德薩，去攞到成個黑海嘅控制權啦。咁另外就馬納波啦，呢個鄰近亞速海同埋係烏克蘭東部嘅一個好重要嘅海港城市咧，係已經被俄羅斯軍隊圍攻，咁係有人道嘅危機啦。咁亦都係有新聞報導就係話有多達1000名以上被炮擊導致失去生命嘅平民係因為時間或者係冇人手關係無法辨認又好點，佢哋只可以建立一個大型嘅亂講係啦，就係將佢哋埋葬啫，草草咁埋葬。咁呢個都令人非常之心碎。咁另外有啲城市例如車厘夫啦、蘇梅啦、Kharkiv 啦、即係卡高夫啦等等，仍然都係雙方係拉鋸狀態嘅。跟住仲大家講講就其實喺尋日咧，再有一名俄羅斯嘅少將係陣亡嘅，已經係第3位嘅。咁未知道佢嘅姓名係啦，詳細資料，但係就話佢係一個東部軍區嘅少將，都係高級將領嚟嘅。咁其實有分析就話如果佢出現喺呢啲咁嘅前線，去到咁前，其實顯示到啲前線部隊協調喺戰術上等等出現問題，先會有一個將領係咁直接喺前面帶兵，然之後係承受咗呢個死亡嘅風險。咁另外就係啦，烏克蘭嘅西部開始都非常之係即係氣氛緊張嘅，對比翻戰爭爆發嘅初期，因為喺幾個城市啦，特別就係迪尼普啊，咁另外就係呢個伊雲法蘭科夫，咁呢個亦都係西部其中一個出名城市咧，係受到一啲俄軍戰機發射無導向飛彈嘅攻擊㗎。咁係暫時就我收到一張相片，因為我有個朋友佢就係嗰邊嘅人嚟嘅，咁佢就俾我睇佢屋企外面民居嚟㗎，你會見到而家張圖咧係煙雲密佈㗎。咁佢一路都係堅守家園，唔想離開烏克蘭啦。咁佢係一個女仔嚟嘅啫，咁佢影咗呢張相就話佢係第一次聽到咁近嘅炮擊聲咯，喺佢屋企外面，我諗都係1-2公里以外。咁就佢都係話表示係朝早6-7點，其實係佢係專揀一啲清晨時分，你瞓得最腍嘅時候咧，就發動呢一啲咁嘅攻擊嘅。咁朱利安，我想問一樣嘢就，你覺得烏克蘭西部受到攻擊，預示咗啲乜嘢咧？預示咗以後莫斯科對烏克蘭即係攻打烏克蘭嘅目的，唔再係要瓜分烏克蘭，而係吞併烏克蘭。咁對於莫斯科嚟講，現階段吞併烏克蘭，其實比起即係同西歐國家同埋美國一齊談判去瓜分烏克蘭係更加實際嘅。反正制裁已經走咗出嚟，制裁已經推出，即係唔爭在即係洗濕咗個頭。反而如果佔領烏克蘭全境現階段當莫斯科可以佔領烏克蘭全境嘅時候，手上面就會有更加多嘅籌碼去同西歐同埋同美國討價還價。我佔領晒成個烏克蘭啦，依家你要我分一橛仔俾佢哋復國我可以滅國喎。依家唔好唔記得，依家當當莫斯科係可以否定烏克蘭國存在嘅時候，咁
西方如果真係要幫烏克蘭民族做任何一樣嘢，例如話保留一小塊領土都好啦，咁到時候喺談判桌上邊被主導嘅就係西方，而提出要求，例如要求取消制裁呢一啲咁嘅條件，嗰一方就會係莫斯科。莫斯科如果佢即係現階段已經係冇意義話淨係部分佔領烏克蘭，只有全境佔領吞併先係對莫斯科嚟講係即係一個戰略上佢哋會有更加多籌碼嘅舉措，係啦。同埋講翻就話咧，即係依家而且西歐國家對重申嚇，佢哋重申不會即係派兵入侵，即係不會派兵援助，同美國一樣。咁佢哋其實係冇阻力，佢哋喺烏克蘭唯一嘅阻力就係烏克蘭人，同埋西歐國家即係國際社會對於烏克蘭嘅武器援助。所以即係我哋都睇到啦，即係依家就美國情報指出，就係佢哋都係會害怕俄軍使用化學武器，即係將呢一個戰事升級。但係可以睇得出嘅就係呢一場戰爭將會繼續拖延住，咁繼續拖延住對即係三方即係有啲乜嘢嘅含義咧？咁第一對於西歐國家嚟講，拖得越耐，佢哋就越有對基輔政府施壓嘅可能，因為拖得越耐，呢個死傷越多係咁嘅，必定嘅、必然嘅。咁最尾烏克蘭民族承唔承受到呢一個傷亡數字咧，就係由即係當呢場戰爭佢拖得越耐嘅話，西歐政府佢哋就會有越多嘅壓力可以施予澤連斯基 Zelensky。但係拖得越耐，對於俄羅斯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即係畢竟其實大家已經見到佢係用出咗大部分嘅軍力95%啊，係啦，即係有數字就寫係95%啦。但係都係講翻就話，咁俄羅斯喺呢個嚴重制裁嘅情況底下，其實佢都會有一個好即時嘅經濟動盪。咁呢個經濟動盪會對莫斯科嘅權威有乜嘢嘅影響咧？就要睇，所以我哋而家就睇到點解莫斯科佢開始對國內嗰個輿論係即係加以鉗制，同埋即係立國反假新聞法，以及係其他嘅鎮壓行動，都係預示咗莫斯科政府已經係 get ready 準備好去鎮壓短期之內國內對於呢一個經濟或許會崩潰，係啦，對於個經濟動盪、社會動盪嘅回應啊。咁對於美國嚟講，其實對於美國嚟講，今次呢一個制裁行動係非常之詫異，就係令到美國因為俄羅斯佢哋唔再即係入口俄羅斯嘅石油、天然氣同埋煤礦啦。咁美國政府依家就派咗代表去同委內瑞拉之前佢哋唔承認個總統馬杜羅就係會談。咁所以 Marco Rubio 前嗰幾日真係都質詢呢一個國務次卿盧蘭 Victoria Nuland， 即係問佢點解嚇？喂，明明我哋唔承認佢嘅喎，點解我哋唔承認呢個馬杜羅政府喎？點解依家我哋會揾佢和談嘅？即係點解我哋揾佢針嘅？我哋唔承認佢嘅。第二就係華盛頓係要再次同伊朗斡旋啦。咁再次同伊朗斡旋，希望咧就透過伊朗增產嘅石油同天然氣進入呢個國際市場，去取代俄羅斯嘅市場份額。但係另一方面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好大程度上就係得罪咗沙特阿拉伯。咁沙特阿拉伯同埋阿聯酋呢兩個國家日前係對拜登嘅通電係拒絕，即係拒絕去 pick up 個 phone call，即係難聽啲講都就係 cut 咗佢先，係啦。即係我諗，對於美國政治歷史嚟講，即係俾外國嘅總統 cut 線，尤其是係由美國一手扶植嘅沙特阿拉伯 cut 佢線，其實係一個即係 historical moment 嚟㗎啦。咁就話依家當華盛頓要同德黑蘭政府再磋商去即係討論伊朗嘅石油增產。咁對伊朗嘅制裁會唔會撤銷咧？
但係伊朗另一方面其實同莫斯科嘅關係係唔錯嘅，佢會唔會同莫斯科真係喺背後打龍通，進一步削弱伊朗喺區內嘅關係咧？咁其實由沙特阿拉伯同阿聯酋 cut 呢一個拜登政府嗰個電話線開始，已經可以好肯定，即係拜登政府喺中東已經係失去咗一個好可靠嘅盟友 ，which is 係沙特阿拉伯。咁另外即係有邊啲國家係參與呢一個斡旋咧？係有土耳其啦、波蘭啦、法國啦同埋以色列嘅。但係以色列最新嘅消息就係即係佢都係 persuade 即係推動一個烏克蘭政府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去鼓勵佢即係不妨接受莫斯科嘅條件。咁當然就係俾澤連斯基去拒絕係啦。咁似乎好多方面都想呢一個戰爭盡快完結啊OK，補充少少資料先，最新嗰個陣亡嘅將軍咧係嚟自俄羅斯嘅東部軍區嘅第29軍區嘅司令，就係卡列啲俄文名真係讀到我都頭暈。Kolesnikov 係 Kolesnikov 係啦。咁係啦，咁就要有待即係再 fact check，但係都機會都好高㗎啦，因為大家知俄羅斯而家都唔會話完全去直接去確認或者否認都要講講一樣嘢，生化武器嗰樣嘢嗱。其實生化武器呢個問題咧，其實喺近呢4-5日係講得好勁嘅。特別係聯合國上面啦，呢個俾我認為係冇用嘅組織啦嚇。咁喺安理會會議上面咧，咁俄羅斯嘅駐聯合國大使咧 Nespensia 咧，咁佢就喺早幾日喺琴日嘅安理會嘅會議上面咧，佢講咗一樣嘢，就話俄羅斯軍隊發現咗咧一個研究網絡存在嘅證據，咁就話個研究網至少咧係由30個嘅生物實驗室組成，咁目的就要加強去研究呢個致命疾病啊，咁就向呢個俄軍去投毒。咁佢話指控美國同埋烏克蘭咧合作進行呢個危險嘅生物實驗，咁但係咧就冇提供任何嘅實質嘅證據，即係空口講白話。咁咧聯合國當時嘅副秘書長咧，呢個日本人就係中滿全，咁就話：喂，咁你俾證據我啊，咁我哋都唔知道烏克蘭有任何咩生物武器計劃㗎喎。咁俄羅斯呢位嘅聯合國大使就反講就話：呢啲係軍事嘢嚟㗎嘛，秘密事業。咁相關人士梗係唔會同你報告啦。咁你哋好多人都話你哋唔知道有呢個計劃，咁唔代表呢件事唔存在。咁咧，其實呢樣嘢咧令到係即係我諗民間會好如是大放。點解咧？就係喂，個問題在於你係冇證據攞出嚟。你又要指控，咁你嘅目的在於乜嘢咧？第一，佢就可以話俄羅斯同美國有勾結啦，去繼續去合理化佢出兵嘅理由啦。第二樣嘢呢個係再推升級。呢個嘢係啦，就係你所講，我最擔心戰爭嘅使用嘅武力更加升級，而且係去到一個違反晒呢個人類罪、戰爭罪，用咩咧？就係生化武器。呢個我最擔心。已經有英國嘅戰略專家分析，就佢唔排除俄羅斯會喺烏克蘭境內度使用小型核武，係啦，呢一個係根據一啲其他專家分析啦。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冇辦法抹殺嘅可能嚟嘅，因為就係依家當莫斯科佢佔領烏克蘭全境嗰個好處係比起瓜分，即係。依個問題就係，即係西方國家，即係有意係支持烏克蘭，但係另一方面，即係又在即係佢喺呢個制裁嘅行動之下，即係莫斯科如果要繼續向西方國家施壓嘅話，即係去取得一個更加有利嘅國家利益嘅話，佢對於佢最理智嘅做法就係佔領烏克蘭全境。咁所以即係為咗達到呢個目的，佢必定係會將個武力升級嘅。係啊，即係好簡單嘅嘢，啲制裁冇用，咁由得你，咁咪制裁。同埋制裁一樣嘢係咩？你唔係制裁普京本人，你制裁佢身邊嗰啲咩寡頭、政商精英，你對佢本人係無關痛癢嘅喎，真嘅喎，因為佢哋係靠普京揾食㗎嘛，無關痛癢。
係啦，即係喺俄羅斯咁，我都想講嘅，即係我想補充一點就係、即係佢哋即係當依家莫斯科控訴烏克蘭係有生化武器都好啦。咁其實烏克蘭佢係前蘇聯嘅核心國家，即係佢所有嘅生化研究其實都係同俄羅斯研究出嚟。所以烏克蘭佢到依家對於生化科技掌握到乜嘢程度，其實俄羅斯係了如指掌，只不過佢係揾個藉口出嚟，去將成個戰事 escalate，即係根本烏克蘭就係蘇聯的核心。當烏克蘭剛剛從蘇聯獨立嘅時候，佢已經係世界第三大核武擁有國，立即係第三大核武擁有國。咁佢嗰啲其實當時候無論係醫療又好，太空科技都又好，其實烏克蘭係有數一數二嘅尖端科技。係即係所以呢一方面就係好睇得出莫斯科係好睇得出莫斯科就係佢係製造理由咯。咪呢啲咪就係發動戰爭為自己合理化、正當化咯？呢、個其實係即係大家知發生咩事，而且因為佢出師不利啊嘛，佢冇一個正當理由去攻打烏克蘭啊，到依家為止，你不斷去強加還敵極又還敵極乜嘢，所以你見到佢而家其實洗濕個頭，佢冇所謂，繼續打落去，而且佢已經個目的就係話，哦，你歐盟咁樣樣，你或者你北約，我見到你咁蛇龜，咁好咯。咁我咪繼續搞落去咯，連西部佢都冇所謂啦，肆無忌憚。我最擔心一樣嘢就係如果去到戰爭好惡劣，就可以真真正正咁對歐盟同埋北約造成直接嘅安全危機，到時候佢可以主導成個安全危機嘅走向。同埋我最擔心一樣嘢啦，Julian，呢度可以即係你都可能會諗到，好擔心去到戰況真係去到好非常惡劣，去到幾乎真係淪陷啦。南部城市奧德薩啊，呢啲都淪陷啦，打到去利夫，佢會唔會出現就係啲人喺邊境逃難，都受到戰火波及咧？例如啲俄軍已經肆無忌憚去到咁樣，我覺得係有呢個情況可能，因為你見到個戰爭嗰個規模係越嚟越升級，去到平民都遭殃嘅，即係網上好多圖片、好多影片，大家都可能會見到好多一啲平民係被即係俄軍嘅炮火係擊中咁喪失性命好多。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到依家今日聲稱我哋過嚟係解放烏克蘭人，我哋保護烏克蘭人。咁但係點解咁多烏克蘭人喺呢個即係戰事上面係喪失性命？好匪夷所思一樣嘢嘅。到依家今日你所做嘅行為，但係令到更加費解嘅係，嘅北約同埋歐盟到今日都好覺得俾人感覺，我要避免戰事，避免乜嘢？喂，避呢一時避唔到一世嘅喎，你斬腳趾避沙蟲，去到烏克蘭真係喪失，即係完全係變咗滅國啦，全個國土俾俄羅斯佔領啦，佢唔會滿足於而家個狀況嘅喎。波羅的海三國，可能呢個 scenario 就係歐美政府能夠接受嘅 scenario， 但係佢哋唔可以講出口咯，所以就表面支持，但係之後係繼續睇住你俾人滅國咯。最令我覺得嘔心係一樣嘢 ，Julian， 喺成個戰爭由佢危機爆發開始上年到依家，歐盟所做嘅嘢，得罪講句啊，係虛偽過英國人不得了。特別係我見到佢喺議會嗰啲咁嘅表現，嗰啲人拍手啊咩成啊。轉個頭上凡爾賽宮真係即係非常之令人失望嘅，即係喺凡爾賽宮呢個峰會，即係大家就喺凡爾賽宮嗰度影相嚇，即係就話仲要揾曝光率。而家個問題係，我哋而家喺呢個生活個社會上面嘅國際秩序係面臨住自冷戰危機以來最危險嘅一次，係現有嘅秩序可能會崩潰解體，甚至乎我哋之後生活嗰個社會係越嚟越極權，越嚟越唔合理。可以即係呢一個，我已經可以同大家斷言，經過今次呢一場戰事之後，呢一個世界秩序、世界體系會變成多極體系，就係歐盟一個極，美國一個極，俄羅斯一個極，中國一個極，印度可能會成為其中一極，東盟國家成為其中一極咁樣。呢一個就係多極世界嗰個展現。
就係亦都係已經可以好肯定嘅，因為睇到法國喺歐盟嘅主導，其實佢都唔係想華盛頓參與歐洲事務太多，即係法國都係想即係將美國嘅影響力減到最低。咁 that is the reason，一個都係點解巴黎政府點解可以同莫斯科坐埋一台嘅原因。其實莫斯科同巴黎係有共同嘅政治目的，佢哋共同嘅政治目的就好清楚，就係要將華盛頓嘅影響力喺歐洲大陸減到最低。咁到時候就係由法國帶領嘅歐盟以及俄羅斯，就係喺歐洲大陸上面進行決策。呢一個就係巴黎政府佢追求嘅一個 outcome。即係今日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即係歐盟嗰個取態點樣去影響烏克蘭啦，甚至乎烏克蘭嘅戰線已經蔓延到去西部，即係俾人認為係比較偏安嘅地區啦，都開始出現呢啲戰火啦。咁我哋最後都講埋少少嘢，咁我都留翻可能10分鐘時間會回答翻啲聽眾嘅 Q&A 㗎，所以大家有問題嘅留低，咁我哋都見到有幾條㗎，我哋最後會覆翻。我哋 Julian 都講到個問題啦，咁而家最新個情況就係美國咧就總統拜登就宣布咧，佢哋就會取消俄羅斯嘅最惠國嘅待遇，咁就希望用呢個方法咧繼續重創俄羅斯嘅經濟。咁嗱，即係想大家講講就取消呢樣嘢咧，最惠國待遇呢個 MFN 咧，其實個意思即係話變成一個永久嘅正常嘅貿易關係。咁個地位，咁即係意味住咧，華府可以向莫斯科提高任何嘅關稅。佢嘅目的其實好簡單啦，希望用經濟去到繼續孤立俄羅斯喺國際之外，咁重創佢經濟啦。咁就係為佢軍事入侵烏克蘭去付出一個代價啦。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你自己覺得 Julian？呢個成效係會短期內見到，定要好長期，可能係幾年啊，甚至更長先會見到？其實都係當然對俄羅斯嘅影響係非常之直接㗎啦。但係都唔好唔記得，其實俄羅斯佢即係最大嘅貿易夥伴就係中國，係啦。咁俄羅斯嘅外匯儲備裏邊有30% 就係人民幣嚟嘅，係啦。其餘40% 就係歐羅啦。咁如果歐洲人真係斷絕佢嘅能源買賣，咁對於俄羅斯人嚟講就真係，即係對於莫斯科嚟講就真係一個非常之強硬嘅威脅啦。但係個問題係依家歐洲人係唔會斷絕呢一個能源買賣，而且即係西歐亦都係真係好睇到佢哋外交上其實暗啞底都係喺度推動緊烏克蘭政府去順從俄羅斯嘅條件啦。咁所以呢一個現況，亦都會隨住即係俄羅斯佔領烏克蘭更加多領土之後，同西方國家討價還價嘅一個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莫斯科佢可以，就算依家被取消最惠國待遇，即係被多重制裁都好，莫斯科將來依然係有一個籌碼，唔係一個係好多籌碼喺手上面同西方討價還價嘅。咁而且即係莫斯科佢嘅外交能力，其實尤其是佢對伊朗同埋委內瑞拉呢兩個國家，即係佢哋不嬲都其實係有一個友好嘅關係嘅喎。即係華盛頓亦都唔可以睇少莫斯科對呢兩個國家嗰個外交影響力。所以莫斯科佢手上面籌碼依然喺度，佢依家佢就係預咗俾大家去制裁。冇錯，即係都講過俄羅斯佢哋出口啲乜嘢啦。咁大家知道即係伏特加啦、魚子醬啦、一啲海鮮啦，咁甚至同埋 aluminium 啦。嗱，其實制裁俄羅斯唔係對先進國家完完全全係真係有利嘅，因為真係俄羅斯係全世界最大嘅銅啦同埋一個鋁嘅出口國之一嚟嘅。咁佢同烏克蘭嘅小麥出口，即係加埋咧，就係佔咗全世界嘅28%，係啦。咁所以即係制裁俄羅斯，
會對世界經濟有咩影響咧？第一，對於一啲半導體企業，其實台灣嘅經濟都可能會有影響嘅喎。即係如果當一啲稀有金屬即係冇辦法由俄羅斯運出之後，咁佢哋要揾第二個 alternative source，但係有冇咁快揾到咧？即係供應鏈呢一方面就會受阻啦。咁第二，全世界嘅通脹其實即係 Biden 又好，歐盟又好，Boris Johnson 又好啦，即係呢三個政府其實佢哋制裁俄羅斯都即係呢三個國家、三個地區嘅人民都係要付出，就係因為冇咗俄羅斯嘅資源，佢哋係有可能咧推高個通脹嘅。咁美國11月就會中期選舉啦，即係到時候個通脹程度會唔會令到美國人冇辦法忍受 Biden 嘅 administration， 又或者會唔會令到歐洲國家怨聲載道咧？係啊，呢個都係要講，即係我哋都要關注一樣嘢。咁我就係批評一樣嘢，即係你就話啲婦科醫院即係烏克蘭嗰啲啦，或者係平民設施、幼稚園咁嗰啲係被俄羅斯軍隊轟炸，咁就喺鏡頭面前㗎，係咁我哋拍手掌去聲援烏克蘭，我哋做好多嘅 show，例如喺啲建築物上面打晒燈光，即係總之做呢啲咁嘅行為啦，行為藝術啦，就話我哋 We stand with Ukraine。咁但係轉個頭咧，就係 Julia 所講啦，喺凡爾賽宮咁咪講到啲好風涼嘅説話，去對呢個烏克蘭加入特快通道落閘，嗱係好諷刺，歷史係會記住今日呢一班西歐嘅歐盟嘅領導層所做嘅決定同講嘅嘢，而歷史亦都會記住就係有一班東歐嘅國家，特別係受到前蘇聯遊難嘅國家，包括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愛沙尼亞、匈牙利等等啲國家，義不容辭地去堅定不移咁去支持烏克蘭，歷史都會記住佢哋，因為佢哋係親親切切受過共產主義、受過呢個極權嘅統治同埋迫害。呢個就係大家而家見到嘅發生嘅嘢。我哋喺最後今集，我哋用多2分鐘時間，我哋就可以完㗎。我哋覆幾個讀者嘅提問，因為今日我哋去控制下時間啦。唔得，我真係唔得啦。真係唔得啊？係一個得唔得啊？一個。唔得。OK，咁我哋今日去到呢度。咁大忙人就有嘢做，咁我要瞓覺啦。咁我哋諗下嗱，我嚟緊應該星期日或者星期一會繼續有直播。係啦。我會星期一得嘅，好啦，咁各位朋友，星期一我哋再見啦。好啦，我哋今日去到呢度先，咁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好，拜拜。拜拜。